主后2023年8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智慧在呼叫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箴言》第8章第19到36节。就听智慧得叫，聪明得出声。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徛伫十字路口。智慧伫城门口，伫人伫出入的所在大声喊：众人啊，我叫恁；世间人啊，我对恁讲。憨直的人啊，着学习精明；有憨的人啊，着追求聪明。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，要论正直的代志。我的喙讲真实，我的嘴唇掩护邪恶。我所讲的话拢公正，无弯巧，无歪曲。明理的人拢会了解，有知识的人拢看做正确。接受我的管教，比得到银较好；得到知识，比得到纯金较好。因为智慧比红宝石较好，人所喜爱的拢袂当甲伊比。我是智慧，互人精明，互人有知识分别事理。敬畏上主就是着掩护邪恶、骄傲自大、邪恶的行为，以及歪曲是非，拢是我所掩护。我有捒了较真的知识，我聪明有能力。君王靠我来统治，统治者通过我定公平的法律。王亲贵族、世上的审判官，拢靠我来掌权。听我的，我嘛听伊；恳切找我的，会找着。好嘢甲尊贵是我所赐。久长的富裕甲繁荣，嘛是我所赐。我互人的果子比纯金较好，我互人的修行比纯的银较好。我行公义的路，行公平的道路，互听我的人得到财富，互因的财宝满满。伫创造的起头，上帝先造我。自古以来，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。伫上起头，伊创造世界以前，对极古早，伊造我。我出世的时，还未有深渊，嘛还未有海洋。我出母胎的时，大山还未受造，小山嘛还未形成。迄时，大地甲田野还未创造，连地上头一把土粉嘛还未有。伊安置穹苍，伫海面画地平线，迄时我已经伫遐。伊伫空中布置云彩，互深渊的水泉冲出来。甲海定界限，互海水袂搬过界，甲大地下地基，迄时我已经伫遐。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，逐日互伊欢喜。我不时伫伊面前欢喜快乐。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，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。呾我的囝，着听趁我，遵行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着听教示来得到智慧，毋通拒绝。听趁我的人真有福气，因逐日伫我的门口得等，伫我的门边得听候。找着我的人，就是找着性命，伊会对上主得到恩惠。找袂着我的人，家己灭亡，
万幸我的人家己找死。智慧在呼叫。箴言第8章用语言法描述智慧，就亲像一位尊贵优雅的女士。伫上主创造世界以前，智慧就存在。伊永远少年，充满喜悦、热烈的生命，日日带点人间。有智慧真好，智慧搁家己开喙讲：众人啊，我叫恁；世间人啊，我对恁讲。智慧自我介绍，伊的珍贵赢过珠宝。人所追求的，无一件会当甲伊比拼。智慧发出宣告，恳切邀请，表示人人有机会成做智慧的人。智慧徛踮路边悬的所在，伫城门口，伫城门边，伫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，恳切喊叫，世界拢通听见。智慧永远公开讲话，并无隐藏。智慧毋简单向聪明人讲话，也向愚昧的人讲话。伊的信息是互世界所有的人。智慧的言辞美妙，伊的话语纯正。智慧讲出正直真实之道。伫伊的喙里无邪恶、弯巧甲怪谬。喜爱智慧的人，将要行伫正直正义的道路。追求智慧的人，将会得到财富、荣誉和成功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我想起一位好友，伊是优秀的音乐家。有一遍，伊请我提供偏乡小学老师的名单，伊要邀请几位大提琴家、小提琴家的朋友，做去学校义演古典室内乐，因会若演奏，搁会若做讲解。这会是一场国家音乐厅水准的演奏会，只是演出的地点无共若定。来几位音乐家用亲民的方式，互偏乡的师生享受一场美好音乐飨宴。这音乐家到偏乡演出，目的是要互搁较侪的人欣赏美好的音乐，了解古典音乐并无遐尼深奥密，也毋简单伫国家音乐厅演出若定。就亲像智慧并毋是深奥密的道理，是通伫大街小巷讲论，人人拢通听到的声音。无论明智的人，也是愚昧的人，每一个人拢通得到珍贵的智慧。重点是爱愿意聆听，毋若是听见，也爱听入心肝底。智慧陈述家己亲像建筑师，也是名家工匠，常常伫上主面前炫耀。智慧讲，伊欢喜上主所造的世界，也喜爱世间人。实际上，智慧就是上主的属性。智慧毋是受造的，是创造的根基。智慧伫世界受造以前就存在，搁参与创造的过程。智慧偌尔珍贵，甲人带到一切创造之上。智慧宣告伊是上主所喜爱。上主伫创造世界以后，搁创造人，智慧就欢喜。这段描述互咱明白，智慧和上主是完全合一的。智慧提出一个搁较互人惊奇的宣告：一切创造的目的，拢是为着世间人。智慧呼唤的目的，就是爱人听伊。找到智慧，就会当找到生命。智慧呼唤人靠近伊，找求伊。找到我的人，就是找到生命。伊会对上主得到恩惠。面对智慧的邀请，你要安怎决定呢？
默想，对位讲听趁我的话的人，偌尔有福气啊！我愿意接受智慧的邀请无？对位讲听趁我话的人，偌尔有福气啊！我愿意接受智慧的邀请无？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求你帮助我顺趁智慧的呼唤，互我有健全的判断力，得到丰盛的性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